你是不是常常覺得莫名其妙很累？就算睡了10個小時，起來還是覺得身體重重的，或者皮膚常常過敏、嘴破，擦了藥也好不了，甚至記憶力越來越差，剛拿起的東西，下一秒就忘記放在哪裏。如果你有這些症狀，去醫院檢查，可能也查不出個所以然。醫生只會告訴你，這是太累了，壓力大。但我告訴你，這其實是你的身體正在秘密失火，這把火在醫學上就叫做慢性發炎。今天我們要聊的這本書叫做《抗炎生活》，作者是日本非常著名的醫學權威，他提出了一個震撼醫學界的觀點：人類90%的疾病，從感冒、過敏到糖尿病、高血壓，甚至連癌症和失智症，源頭通通都是慢性發炎。這就像是你的體內有一個隱形的火種，正在1天24小時、1年365天不斷地悶燒。它不會讓你馬上痛到要掛急診，但它會慢慢蠶食你的器官，讓你提早老化，最後引爆各種重大的疾病。好消息是，這把火是可以被撲滅的。這位日本名醫在書中分享了5個非常簡單，在生活中完全不花大錢就能做到的習慣，只要你跟着做，就能幫身體清除這些致命的火種，徹底逆轉你的衰老體質。接下來，我會用最直白、最容易懂的方式，把這本200-300頁的醫學聖經精華濃縮成一聽就懂的實戰指南。這部影片可能會徹底改變你的下半生，建議你一定要耐心看到最後。首先，我們得先搞清楚什麼是慢性發炎。很多人聽到發炎，直覺想到的就是手指被美工刀劃傷，傷口紅腫熱痛，過幾天結痂就好了。這種發炎叫做急性發炎，是身體的免疫系統在幫你打仗，修復傷口是好事情。但是慢性發炎完全不一樣，它就像是一場看不見煙霧的地下火災。你的免疫系統不知道為什麼，可能受到了慢性的刺激，誤以為一直有敵人入侵，於是它開始無休止地攻擊你自己的正常細胞。這種攻擊是全方位、無差別的。更可怕的是，因為它沒有明顯的痛覺，你根本不會察覺到。等到你有一天突然發現自己血壓高了、血糖失控了，或者是健檢報告出現紅字了，那其實代表這場火已經燒了5年、10年，甚至20年。你的器官已經被燒到不成人形了。醫學研究已經證實，當身體長期處於慢性發炎狀態，細胞的複製就會出錯，這就是癌症的起點。而血管如果長期發炎，管壁就會變得厚重、硬化，最後導致心肌梗塞或腦中風。如果大腦發炎，微膠細胞就會過度活化，開始吞噬你的神經突觸，這就是阿茲海默症，也就是失智症的真相。所以，慢性發炎就是萬病之源，更是讓你加速變老、皮膚鬆弛、長滿皺紋的頭號殺手。那麼，這把體內的火到底是怎麼燒起來的？日本名醫指出，罪魁禍首就是我們現代人的生活方式：精致澱粉、手搖飲、熬夜、高壓，還有久坐不動。我們每天都在不知不覺中往自己的身體裏丟汽油彈。既然知道了原因，我們要怎麼滅火？作者提出了第一個核心習慣：改變你的飲食結構。很多人都知道要少吃油炸物，但名醫指出，最嚴重的發炎元兇其實是糖分和精致碳水化合物。當你喝下一杯全糖珍奶，或者吃下一碗白飯、一塊麵包，你的血糖會瞬間飆高。這時候，血液裡面的葡萄糖就會跟蛋白質結合，產生一種叫做糖化終產物的毒素。這個東西在醫學上簡稱 AGEs， 它是全宇宙最強烈的發炎誘發劑之一。它會讓你的皮膚膠原蛋白斷裂，讓你的血管失去彈性，變得像老化的橡皮筋一樣容易脆裂。所以抗炎飲食的第一步就是控糖。台灣的手搖飲文化真的很盛行。如果你沒辦法馬上戒掉，請從大杯改中杯，從全糖改微糖，最後目標是無糖。除了控糖，名醫特別強調了油脂的選擇。現代人的飲食裡充滿了太多 Omega-6 的植物油，像是沙拉油、大豆油、玉米油，這些油進入體內會被代謝成促進發炎的物質，而能夠對抗發炎的 Omega-3 脂肪酸，像是魚油、亞麻仁油，我們卻攝取地少之又少。這種油脂比例的嚴重失衡，就是現代人慢性發炎揮之不去的關鍵。所以從今天開始，試住多吃一些深海魚類，像是鮭魚、叉虎魚、秋刀魚。如果在外常吃便當，沒辦法挑選食油，那建議你可以每天吞一顆高品質的魚油，或者在沙拉裡淋1湯匙的亞麻仁油，用好油去把體內的壞油給代謝掉，這就是最直接的抗炎手段。
另外，蔬菜水果裏面的植化素是天然的抗氧化劑，也是最強大的滅火隊。像是綠茶裏面的兒茶素、薑黃裏面的薑黃素、大蒜裏面的大蒜素，還有藍莓、草莓裏面的花青素。這些東西進入體內，就像是幫免疫系統打了一劑強心針，能幫忙清除自由基，平息發炎反應。作者建議，每天的餐盤裏蔬菜的比例最好佔了一半以上，而且顏色越豐富越好。紅色的番茄、黃色的甜椒、綠色的花椰菜、紫色的茄子，這些色彩斑斕的蔬菜就是大自然賜給我們最好的抗炎藥。接住我們來看第二個習慣，找回有品質的睡眠。很多人以為少睡2個小時沒差，頂多隔天多喝一杯咖啡就撐過去了。但名醫在書中提出嚴厲警告，睡眠不足是身體點燃慢性發炎最快的捷徑。當我們在睡覺的時候，大腦其實沒有休息，它正在進行一場大掃除。大腦有一套獨特的腦脊髓液循環系統，只有在我們進入深層睡眠的時候，這個系統才會全速運轉，把白天下大腦運作產生的代謝廢物，包括會導致失智症的 beta 類澱粉蛋白，通通洗刷乾淨。如果你天天熬夜或者睡眠品質很差，經常半夜醒來，那這些毒素就會累積在大腦裏，引發腦部微發炎。長期睡眠不足還會讓皮質醇，也就是壓力荷爾蒙失衡。皮質醇本來是幫忙抑制發炎的，但如果它長期處於高水位，身體的細胞就會產生抗性，變得不再聽它的大話。這時候發炎反應就會像脫韁的野馬一樣，完全失去控制。名醫給出了一個具體的睡眠指引，首先每天盡量在固定的時間上床睡覺，最重要的是睡前1個小時，請絕對不要碰手機和平板電腦，因為熒幕散發出來的藍光會嚴重抑制大腦分泌褪黑激素。褪黑激素不只是幫忙入睡的荷爾蒙，它同時也是體內非常強效的抗氧化劑。如果褪黑激素不夠，你的身體在夜間就無法進行細胞修復，發炎的狀況就會在隔天變本加厲。你可以試住在睡前做一些簡單的拉伸運動，或者聽一些輕音樂，把房間的燈光調暗，創造一個適合入眠的儀式感。記住，睡眠不是浪費時間，睡眠是你在幫身體的防火牆進行系統重置。第3個關鍵習慣是動起來，特別是注重微運動。看到這裡，你可能會想說，糟糕，我平常工作那麼忙，根本沒有時間去健身房運動啊。名醫在書中特別安撫大家，抗炎不需要你把自己練成健美選手，也不需要每天去跑馬拉松。相反地，過度激烈的運動，如果身體無法承受，反而會產生大量的自由基，加重發炎。真正有效清除火種的是避免久坐。現代人上班盯電腦，回家躺沙發，一天當中除了睡覺，可能有超過10個小時是坐着的。醫學界現在有一句名言，叫做久坐就是新形態的抽煙。當你坐在那裡不動超過1個小時，你的下肢肌肉會完全停止收縮，這會導致新陳代謝率暴跌50%。血液循環變得極度緩慢，發炎物質就會在血管裏沉積。名醫建議的微運動非常簡單，每工作40分鐘，請強迫自己站起來，去倒杯水、上個廁所，或者在位置上墊腳尖、伸個懶腰。只要站起來，活動3到5分鐘，就能重新啟動你的肌肉大軍，讓血液重新活絡起來。如果可以的話，每天給自己安排20分鐘的快走，快走的速度大概是感覺有點微喘，但還能跟旁邊的人講話的程度。研究顯示，每天快走20分鐘，就能有效降低體內發炎指標，像是 C 反應蛋白的濃度。另外，適當的肌力訓練也很重要，因為肌肉在收縮的時候會分泌一種叫做肌肉激素的物質，這種物質具有非常強大的抗炎效果。你不需要舉很重的啞鈴，在家裏一邊看電視一邊做深蹲，或者做幾下伏地挺身，就足以啟動這個抗炎機制。第4個習慣可能很多人都忽略了，那就是管理好你的情緒與壓力。你一定有這種經驗，只要一遇到工作趕案子或者跟家人吵架，壓力大的時候，嘴角就容易破，長青春痘，甚至胃痛、拉肚子。這不是心理作用，這是千真萬確的生理機制。在醫學上，這叫做自律神經失調。當你面臨長期慢性壓力，你的交感神經會過度興奮。交感神經是負責打仗的，當他以為你天天都在面臨生命威脅，他就會釋放大量的發炎信號，命令免疫細胞隨時準備作戰。久而久之，這群免疫細胞就會疲憊不堪，失去辨識敵我的能力，開始瘋狂攻擊自己的身體。
這就是為什麼很多自體免疫疾病，像是紅斑性狼瘡、類風濕性關節炎，往往都在患者經歷了一場巨大的精神打擊或長期高壓之後突然大爆發。名醫強調，壓力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們可以改變對壓力的反應。他推薦了一個非常有效，而且只要花你3分鐘的減壓方法，叫做腹式呼吸。當你覺得心煩意亂、心跳加速的時候，請閉上眼睛，把一隻手放在肚子上，用鼻子吸氣4秒鐘，感覺肚子慢慢隆起，然後用嘴巴慢慢吐氣8秒鐘，感覺肚子慢慢陷下去。吐氣的時間一定要比吸氣長，因為當你刻意拉長吐氣時間，你就能強迫啟動你的副交感神經。副交感神經是負責放鬆、休息、修復的。只要連續做5到10次，你的大腦就會收到一個訊號，現在很安全，可以解除警報了。這時候體內的發炎交響樂就會慢慢停下來。除了呼吸法，每天花點時間記錄感謝的事情，或者去大自然走走，親近一下植物，曬曬太陽，都能有效調降壓力荷爾蒙，幫大腦降溫。最後一個習慣是打造一個健康的腸道環境。你知道嗎？人體70%的免疫細胞通通集中在腸道裏，所以腸道健康幾乎就決定了你70%的抗炎能力。我們常說病從口入，腸道是身體接觸外界食物的第一道防線。在健康的狀態下，我們的腸道黏膜就像是一面堅固的城牆，只允許被消化好的營養素通過，把有害的細菌、病毒和未消化的食物大分子擋在外面。但是如果你天天吃垃圾食物、精緻碳水，又常常吃抗生素，你腸道裏面的好菌就會死光光，壞菌會瘋狂滋生。壞菌會分泌一種叫做內毒素的物質，它會去破壞你的腸黏膜。時間久了，這面城牆就會出現一條一條的裂縫，這在醫學上叫做腸漏症。當腸子漏水了，那些本來應該隨糞便排出去的毒素、未消化的蛋白質碎片，還有壞菌，就會透過這些裂縫直接滲透進你的血液循環系統。你想想看，這有多恐怖？你的免疫細胞在血液裏巡邏，突然看到這麼多種東西跑進來，他們一定會嚇壞了，立刻發動總攻擊。於是，這場發炎的野火就會順着你的血管燒遍全身上下。如果燒到皮膚，就是濕疹、異位性皮膚炎；如果燒到關節，就是關節痛；如果燒到大腦，就是腦霧、憂鬱症。所以要抗炎，一定要先養好你的腸道。名醫給出的方法是多吃發酵食品和膳食纖維。發酵食品像是無糖優格、優酪乳、納豆、泡菜、味噌，這些食物富含天然的益生菌，可以直接補充你腸道裏的好菌大軍。而膳食纖維則是這些好菌的食物。醫學上叫做益生質，好菌吃了膳食纖維之後，會代謝出一種叫做短鏈脂肪酸的寶貴物質。這種物質是腸道黏膜細胞最主要的營養來源，它能幫忙修補腸道黏膜的裂縫，把城牆重新築起來，阻止毒素繼續滲漏。你可以多吃木耳、秋葵、地瓜、燕麥這些富含水溶性膳食纖維的食物，給你的好菌餵飽飽。只要腸道健康了，體內的發炎反應自然就會消退一大半。講到這裏，我們來簡單複習一下這5個清除體內火種的習慣。第一，控糖，挑選好油，多吃5顏6色的蔬菜，從飲食切斷發炎源頭。第二，拒絕熬夜，睡前遠離手機，讓大腦在深夜進行深層排毒。第三，拒絕久坐，每40分鐘站起來活動，每天快走20分鐘，啟動抗炎肌肉激素。第四，學會腹式呼吸，用拉長吐氣的方式調降壓力，安撫過度興奮的交感神經。第五，多吃發酵食物與膳食纖維，顧好腸道黏膜，阻絕毒素入侵血液。這5個習慣其實真的都不難，它不需要你花幾十萬去買昂貴的保健食品，也不需要你過住像苦行僧一樣的生活。它需要的只是你在日常生活中做出一個又一個微小但正確的選擇。健康不是一蹴可幾的，同樣地，慢性發炎也不是一天造成的。那是我們在過去幾年甚至幾十年裏，一次次放縱自己吃垃圾食物，一次次熬夜追劇，一次次坐在椅子上不動，累積下來的後果。但是我們的身體其實非常神奇，它擁有極強的自我修復能力。只要你從今天開始，願意給它對的營養，給它充足的睡眠，讓它適度地活動，幫它減輕壓力，這把在體內悶燒了很久的慢性火災就會慢慢熄滅。當你體內的火熄滅了，你會發現神奇的事情發生了，你的精神會變得越來越好，下午不再容易昏昏欲睡，
你的皮膚會變得有光澤，那些惱人的痘痘和過敏不再反覆發作，你的思緒會變得無比清晰，不再忙東忙西，甚至連體重都會開始自然地往下降。這就是逆轉衰老體質的真正秘密。很多人都把老了、生病了當作是理所當然的人生必經之路，但名醫告訴我們，衰老不等於生病。只要我們能保持體內的內環境乾淨，不發炎，我們完全可以活到80-90歲，依然耳聰目明、健步如飛，享受一個高質量的老年生活。改變永遠都不嫌晚，最重要的是你願不願意為了自己的身體踏出第一步。不要想住明天要全面大改造，那樣通常很難堅持。今天晚上試住早半個小時上床睡覺，把手機放在客廳，或者明天午餐的時候把白飯換成紫米飯，多點一盤青菜。從這些小小的改變開始，當你開始好好愛護你的身體，你的身體一定會用加倍的健康和活力來回報你。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幫你在這條追求健康的路上點亮一盞燈。讓我們一起熄滅體內的慢性火災，找回那個最健康、最有活力的自己。我們每個人都有能力掌握自己身體的命運，加油！我們下次見。